动效果好啊。声音效果好啊。想
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下午好。也许你还不想睡，出发走了。你还在想着他。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今天有点凉啊，但是就还好。雨势的话，好像只有一早一点点，可惜他无法之后就没什么下雨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大家下课下班了吗？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小鸟，快走，快走，快走！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今天开播又在西门町，怎么那么刚好？如果没注意到，小鸟会不会啦，应该都会看得到啦。更何况靠近的话，他们应该会飞掉吧？应该啦，不至于压过去啊。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残忍的人，对不对？他们只是小鸟啊，对，他们也不是青鸟啊，没有。下午好，下午好。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如果是青色的鸟，我可能会忘记踩刹车。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但是我在路上真的有看过很多鸟被压死，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不知道是笨呢，还是驾驶开太快了，心太软，不晓得。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哦，压北老鼠倒是有，倒是有，也有看过。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这也蛮常看到的，不是你的就别鸟也蛮常看到的，这两种都蛮常看到的。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知道是开车的没注意的，还是什么，还是刚好
老鼠冲出来，驾驶开过去，刚好压过去，这也是有可能的啊。对，你也不可能说啊，在开车的途中紧急刹车，不可能啊。对，这样后面如果没注意到，是不是就撞上来？哎呦，你骑摩托车的小心一点。老鼠到底是益虫还是害虫？我记得听到说捍卫老鼠的生存资格。吵架吗？可是外面现在好像24度左右。那个北投红茶，对啊，怎么越开越多间呢？我在路上最近一直看到北投红茶。但他们的我都觉得太甜了。对啊，就是最近开了很多间，但他们唯一好喝的啦，但是还是太甜了。唯一好喝叫什么？黑糖鲜奶珍珠，那个我觉得还蛮好喝，不过就是真的不能喝太多，太甜了。可能变连锁加盟之类的，只是，可是我问过蛮多家的，也没有很多家，一两家，都说，他们都是自己人出来开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是直营哦。但最近开很多间哦。这个是什么呀？
哦，丹丹也是自己人开的，是不是？我把丹丹在南部啊，北部就没有啊。台北好像一家都没有。丹丹确实蛮方便的，很多东西都有卖。上车。哎，你好。我发现这个是重置产品的。好。今天只跑3场。对，在那个重阳桥那边，等下看可不可以走提防。你要走提防？对，因为我们。对啊，我就是这边下桥之后再弯过去提防了。但是要先靠左边，不然弯不过去啊。车多多。
心情，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听你的伤心过去。一对男女相爱不回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了心？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我和你在争取又撑住我的情节。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让我做好吗？请你寻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的歌，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前方高架道路有侧幅照相，15米。一对男人相爱不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我和你别在对接，争取又撑住我的情节。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让我走得好难，请你寻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的歌。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温暖，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看，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温暖，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想要
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好。好啊，好啊，都不让我过啊，好啊，我想过啊，可是过不去啊。我还是习惯驾驶 BMW 哎，下午好啊。三重重阳桥，我要走重阳桥。对啊，习惯了，习惯好不好？对，习惯就好了。怎样？今天好吗？
個故事變至死美夢，連年頭上飛花，散聚了無牽掛，誰能求漫天雪地裏只溫暖長流汗，連年頭上飛花，能遇上一次落霞，如像你跟我暫借啲火花。我们下午就在打哈欠。今天跑好多次三重了。Skoda。累了，每天也在累，没有一天不累的。每天这个时间点都会打哈欠，对啊，也习惯了。对，只要撑过那个想要睡觉的那个 moment。就好了。他不是说今天会变天下雨吗？好像也没有。前方临列车道路口有科技区马站侧。这蓝天，让不安的很热吗？你抬头今天会很热吗？白天比较热了，现在应该还好。中午的时间还蛮热的。让怕黑的你，用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不过今天台北是没什么雨，宜兰雨不小。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一几个100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去扫描你内心的世界，一几个100天。每次今天就很奇怪，每次到台北市，然后就被踢到新北，然后一到台北市外围而已，还没到里面又被踢到新北。对啊，今天台北市跟我格格不入吧。
哦，shit！你这样切过来会不会太？没注意就可以抓上去。有东西要掉下去，我要捡一下，要捡一下。怎么那么多车要左转？赛道下午好。哎呦！咒术回战的。这首歌啊，
对，这法医女王的主题曲，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播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载到那个日本人，要回去的日本人，然后在车上就放这首歌，然后他们就很嗨哦，3个女生哦，对，越唱越大声这样，但他们跟我讲日语我都听不懂。那种下午好啊，应该快晚上了。这右脚感觉就不太舒服，有点黑黑的感觉。叫车子叫是离我那么远的吗？还在叫。哦，原来花灯
亮灯都在下面。没有，前面这台是新的 logo。垃圾桶收走了。想说等我一下哈。刚才要给我邮件。目前下午2点。能感觉出来，它内部空间好像比之前的小很多。
文中晚上好，干嘛第二次问好呢？好多车，下班时间呢，热点呢，正常了。车好多哦。すれ違う時の中であなたと巡り会えた不思議ね願った奇跡がこんなにも
のそばにあるなんて会いたい想いのまま会えない時間だけが对向的更多，過ぎてく对向车满到爆。哎，下午好啊，威士忌。没有，就听听日文歌啊，那个电视剧的歌曲还不错。哎呦，走了这个，哎，要走哪边？你要走哪边？那我就直走接高速公路，下成功路。对啊，好。
走哦。啊？好。好。好，等我一下。对，35。谢谢。哇！南港怎么在下雨了？不是，别剪这个，什么意思？不是，别剪那个是什么？哦，多念2次我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中视到了，对。中视现在主推《藏海传》，哎，我看过咯，还不错。不错看的，哎，一个停车场里面怎么会卖吃的？哇，2、3个那个行动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多念几次就知道那叫什么。左庄的东路好了。
怎么会在下雨？哎。光复过来的话，就比较容易下雨。这一出剧应该很多人看过。但老实讲，我真的没有看过。对，因为早期我真的对韩剧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还不是我老婆一直在看韩剧。对，看久了，我觉得好像也不错看。不然我早期，对我早期只看日剧，我不看韩剧。他就狂看韩剧啊！你没看？这一出很有名哎，有谁知道这出是叫什么名字？这真的很有名哎，怎么会有人不知道呢？对啊，可是我是没有看过。对，当时真的不得了，这一出真的不得了。没看，我也没看。然后后来就什么鬼怪呀，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对，就穿越剧嘛，那一大堆穿越的，穿越来穿越去哦。扯，就是越扯越才有人看啊。他们主打一个扯啊。但我自己是没有看。鬼怪哦，其实那时候鬼怪我也没有看。现在这个是浪漫满屋的啊。鬼怪哦，最近才看。我最近也没有看。鬼怪哦，
后来其实看一看，觉得韩剧其实也蛮不错的。但还是会挑选啊，有些也不见得好看。但下一出我大概点的下一首歌，对，你们应该都有看过。这个听过吧？这个也看过吧？但这个是插曲，但是应该也要知道。这不知道哪一出，这不是当红的吗？太阳，对，太阳的后裔。但
这首歌不是里面的最主打的歌曲。 이름이 뭡니까? 유시진입니다. 그대를 바라볼 때면 모든 게 멈추죠. 언제부턴지 나도 모르게였죠. 어느 날 꿈처럼 그대 다가와 내 맘을 흔들죠. 운명이란 걸 나는 느꼈죠. I 有印象了吗？ 듣고 있나요? Only you. 눈을 감아봐요. 바람이 흩날려 온 그대 사랑. Whenever, wherever you are. Whenever, wherever you are.哎，这一出我就有看。 널 사랑했을까 밀어내려 해도 내 가슴이 널 알아봤을까 I love you 듣고 있네요 Only you 눈을 감아봐요 모든 게 변해도 변하지 않아 넌 나의 난 너의 사랑 그대 조금 돌아온대도 다시 나를 스쳐 지나더라도 괜찮아요 그를 위해 내가 여기 I love you 잊지 말아요 Only you 내 눈물의 고백 바람에 흩날려 온 그대 사랑 Whenever, wherever you are Whenever, 어?哎，李志龙，晚上好啊。 처음부터
蓝色生死恋，对，没错。我还以为不知道。 우리의 결말이 슬프지 않았으면 좋겠어. 看了好几次哦，那很厉害。 울지 않도록 그러면 안 될까? I want happy ending. 그럴 수 없다면 아주 아픈 这书应该没有人看过吧？这书也没有几年了。哎，自从网上好。 坐到那个西园路跟那个广州街口。好。广州街。就是我知道了，我知道。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捷运站1号出口那里，我再往前面走一点点。你怎样？我想你怎样？我你。走远。 看没得，俺对那个小猪啊，有啦，家而家来过三四个都过，啊，完全家兴啊，那个对方就过个啊，开始人讲啊。 特别生气而已。我这个样係啊，我這個大啊，冇啦。係嗱，你看有嘅我要除掉我唔知。你用什麼這個？
张英宇我袂牛蛙鱼啊，张英宇我会买啊，嘿呐，还有猪脚啊，陈玉梅，陈玉梅嘛，无啊吧？陈玉梅也有啊，啊，一个我排啊，啊，好啊，哎啊票爱分票啊，发生咧有少注意的，前方路口啊，别人则无袂调，你来讲啦，我都要讲啊，你叫讲较无理。多咧做那你讲较有力啦，无啦，因为我有这淡薄事，我实在是叫你讲到，后面啊，都做到了，你家己讲嘛是，刚开始内底感受，因为顶有票啊，顶届啊，其实我当然明仔载毋知啦，等着去做。我即马，无，佮重即马佮重生嘞，重生嘞，啥啦？重新啥？你新北市的会员你毋知啊？都是重生。陈重生，你毋知啊？你新北市的会员，现在是最高是嘿啊， 4、6单，毋知500几个。对啊，有家己无啊？因为拢都是家己的。啊，就最近咱拢家己买啦。啊，所以你要家己，你看。迄拢恁从这咧出来，嘿啦，对啦，差不多，咱们头前过来。我无一个去办，但是总干事我就无听。你讲你讲，阿妈，阿妈，我讲你知啊？啊？我讲你知啊？你甲我讲，安怎？我讲什么？我讲你敢知？讲恁从前有我哪会知？我敢我来讲，我知。你叫哪行？你会晓行啊？阮常会晓行。我知啦，但是讲要倒啊，你遐附近啊，看你住咧倒位安尼尔。会比话我怎啊？啥啦？我怎啊甲规定？规定讲，我啦上班拢爱换这哦。上班拢爱换这个，哦，好啊，好啊。啥啦？好。会使啊，本来会使啊。你若无换了，唔爱去。会使啊。哦。对，像这好我好看。对啊。后礼拜看见啦。后礼拜要上，后礼拜16个呢。后礼拜你话不爱去，我也不爱去。你话你不爱去嘛？我毋是无爱去，是无排着我。你讲嘉明无排着我，坐袂落去，我是要安怎去？我都多20个啊。对啊，啊无我要安怎去？你莫阁叫我代替你，你是你，我是我，你是迄种头头，我是小什么？你是要啥玩？你是。那边仪式的，婚仪式。啊，人讲什么？红雨公园会爬泥块，我买好几个。我咪讲你要爬沙沙啦，沙沙是泥块。系啊。我当时去爬沙沙。啊，其实会沙沙，梅花小姐。红雨嘛要甲你爬咩啦？上要哪爬？红雨啊，小雨。你欠我妹吗？啊？你欠我妹吗？还是欠我派？看上这对人。我那后面讲过。
我都无别讲话，我买介绍小姐我是谁？哦，拢老。你嘛介绍恁查某囝甲我熟悉。查某囝后死人。其实你知影，是。迄时阵对，阮查某囝拢嫁啊，暗时小医生嘛要拍，哎，拍你医生你考医生较几遍啊？你考呀？啊，你考医生是？伊今日唔使上班。你收割的堆叠可以分类，现在正进行区域核心。今仔有上班啊？不是。伊135毋是拢上暗时啊？上8点未啊未？安尼免卡，我来上班。8点我上班，下班。 8点要上到几点？是5点上到8点。5点上到几点？即摆几点啊？还未8点。即7点啊？我这未上到8点哦。哦，伊明仔载休困。你无宠爱啊？无啦，我袂讲。汉子啊，今日来无去？几个摆无来啊？几个摆无来啊？3摆无来啊？干嘛呢？照你讲，你讲工课早你讲才调去啊？工课啊？你讲工课早才调去啊？唔歹啊做。你咪那伊啊，看咁死。 你那伊啊呀？我病。讲我说唔使心肝呀，我难命。你老公真大咧。你那伊啊嘛无钱喎，要查清楚。 下午7点整。我就讲你做事啦，你做事都做到8点吗？你今日几点吗？晚上8点。你3点做到8点，24个较早啦。不过伊个卡空电话啊，你叫伊若无车，咱直接去遐去啊。 3点多。 那是因为何必我无来，你无哩？还是像啥啥？咱等下再小点买假些。哦。无啦，我唔知小区我有3、4个了啦。哦。对来嘛无效，来这嘛唔知好。哎呀，那是我这个网风调的，你知道？哎呀。 我就讲特别的，我叫他叫困，你讲过遐等着，有影是不是？你就爱困啊！你是讲你爱困啊？我是讲我拄仔伫遐坐个困爱困，我嘛是，我就爱困啊。对，下面坐偌久啊？伊啊，无啥，你妈你爱困。 哎，我司机啊辛苦对伐？司机开车真辛苦的，哦对伐？司机大哥，你开车真辛苦的。人毋是大哥，人是帅哥。
所以讲啊，你拢爱刷去，咱袂稳哦。毋是迄讲话爱会晓讲对无？你就爱刷。人听了毋知会输。就袂稳。我嘛会叫你啥帅哥啊，对无？我讲，谁爱讲我？只是我暗时好代志，我会啊。伊是今仔伫倒上班。你中午？哦，中午要叫伊来，袂讲话。毋过我咧想伊应该袂来，你来叫。你想伊啊？我想伊应该袂来啦。啊，我叫伊来。叫伊来，你搞？你讲我想伊啊？你若无叫伊来，你要请伊。好啊，哪有啥物问题？你毋是有会来？我有会来，但是我叫甲恁叫无共款啊。对，我叫我惊伊会误会啊。鱼翅凯啊。看唔着我。我可能看唔着啦。我那卡对呀，你也要忙啊。无恁过你班家哩，我唔来咯。我刚上水啉嘛，咖啡豆。对啊，有啊，上水啉，咱你上好个呀。有啊，对啦，来啉的拢上班。无啦，那种无朋友啦。无你收咧，我讲这恁家李卷呀，李卷有房也好啊，啊，问题我无等去店的啊，嘿呐，哦，啊，嘛会使啦。未管会使，我是讲啊未管你嘛是袂当。好啦，我伊8点到下班，你去醒，我讲是你也是。
我来8点才下班啦，8点。他都有鱼头啊，放这个，我过什么你搞讲会着？我来你这么能卡，啊，只没去住，你都会晓讲，会使讲电话啊，以前会使讲你做事袂接，你係做事，你中国做事都會接，係啊，我睇。一个交易卡，上午7点的八分，责任制，李若磊3分钟前正进行区域区。我冇在，我在打给一次。一次给我。好，因为跟我一起。就是啊，我哪里做得到？你看他们试一试。点2下开启聊天室排序选项。啊，你是做些了？我一会儿。哪？我应该讲要试一试。你讲话本来就安尼。无恁拢嘛要试，是恁活起来。我啉的我唔讲，车偌好。哦。你是甲你爱啉的。对了。对了。啉酒毋是爱甲对的人啉唔对。我唔知对的较少。我嘛唔知，阮常你都唔知你做。阮常常嘛甲到。中西边又唔知。啊？中孝东路。中孝东路，甲阮讲咧中孝东路。搭车。搭车。昨拢无困诶，昨拢无困啊！你是来倒来？伊讲，伊讲昨伊甲啥人啉？想米话想讲袂记。诶，你昨你毋讲你甲啥人啉？较冻啊啦！哦，较冻啊啉。冻啊啉较点我。然后伊头骨啊，我困。头骨啊咧。5点我起来拢无困啊，较冻啊。啉到头骨啊早起还佫有酒味。啊。你早起还佫有酒。啊，你在家啉？台湾人之前无好做，你知影？我哪唔知啦，伊就咧偌久啊！我拄啊，我唔知讲伊趁19万无啊。伊啊，对啊。趁10个月19万无啊。昨个个招我唱歌都无啊，我规工咧唱歌。这边你唱2摆啊3摆啊，可以啊。现在这礼拜，这礼拜5了，我唱2摆。招嘛，有一届，甲伊冤家安尼，甲我提1支去食，你知影？1支正常的啊，输2支3支嘛正常的。
你个看桥，你有乜桥？我家透过入边啊，你有乜解做？捌啦，我捌看过伊食薰。有啦，就酒店那个是。对啊，哎无。我都捌看。人家讲冤家较起性地，恁种你就是了嘛，都冇。那时候讲上清惨。了讲啊，所以啦，你个性慢慢讲，我嘛不要讲。你是只爱人家尊重啦，你哪讲尊重，我嘛不要讲。你怎么跟你们了解？无人要看，无人要睇，你们怎么跟他比呢？我凊彩，你我不是你凊彩，对了，你凊彩啦，凊彩。什么人我嘛好的，啊，伊讲我嘛算会卖，我嘛会嗨。你嘛下班啊？今仔日去哪住啊？泰山啊。今日泰山，下班啊，怎么7点5你干嘛？下班啊，你啊卡，我要来，但是应该不使来吧？你看下午过来，早无啊卡，你5点外下班啊？迄个啊，童小姐，拜到7点啊。应该就是同小姐。伊就即马逐项拢要叫啊，酒啉就一下叫米花，一下叫莎莎，一下叫童小姐。你姓童？来，童吧。童是童，袂使讲爱讲，袂使讲儿童的童，讲童子军的童。啊？什么？阮顶回去罗水，你捌去过？捌啦。捌啦。罗水你捌个讲啊？你啦。恁啦，恁两个啊，两个帅哥啊，带我呢4个去啉到3更半。伊讲迄个就是，伊讲咱顶下去啉迄个就是迄种啥物？以前石王啊，伫咧另外伫咧泸州三民路吼。山啊。哦啊，嘿啊，结果伊讲即摆无伫咧遐，伫咧另外一间。无即摆佫转来。即摆佫转去啊。你要下伊个山玩去啊？中啊，小妹你个啥物事？我。用赖打电话给肖先生。是要靠，毋捌靠外用传单用过。深山啊。深的阿香，他传单呀，传给我看。阿香对人差不多啊，深山的咋样？深甲。传单也是阿。深甲莎两个是情敌。我哪知？你唔知啊？我唔知。靠北讲。是你用赖打电话给肖先生。你两个是情敌，我太知。这是第二道啊。有啊，迄种迄个，这嘛算宗教动物。对哦。这也是宗教动物。这已经西路了。西路。就几地我是天成饭店做名，你知？我14个月如果要吃啊，要已经食3、4遍啦。你讲天成饭店？对啊。你冇饮茶哦？你了炒一来食，有好食吗？歹食到要死。歹食到要死，都唔好。种就固定逐个分钟离遐一排。打电话给肖先生。
那小宝你找我来，如果无叫伊来，我嘛使买叫伊来。而且伊这间个伊来吼，较侪官员来啊。你知啊？因为这是这个算工会的，所以较侪官员来。行政院长要来过啊，唔来院长啊，副院长要来。这间福利所我来办啊，这下怎办？这久啊，但是咱咱开啥物做有名，就爱卖意思。咱现在咱今仔办了比较好。今年都办了，我办了都一个都分2万块，开玩笑。他妈讲关系，没关系。你这个真势，你要出来做，我这边我无要做，家唔要做。好啦，你袂使有加面。爱做我做，我唔要做。问题也可能嘛不爱插嘛。是啊，是个特点。唔好讲呀，好个特点，这条啊，伊敢若算达到7块，是18块。反正伊算艺人的啊，艺人，算达到7块。伊有会办叫你去啊？较早捌叫我去。啊，恁如果去过，恁做去的，较上啊去。我是讲伊开会时阵。啊对哦，咱个上去袂去。咱个上啊。嘿啊，啊你去银过去处理遐，你袂去。这久做这。这人我那动袂起来，你甲动。滑动台阶停，滑动台阶停。在路上快到了，2个在路上怎样？这人陪我过呀，你没有多少钱，几百块。对啊，一组好像200多块，200-300块。啊，你真搞的，讲我。这200多块嘛。干啥啦？我你都讲会中，后来你什么啦？哦，你说你下班要啉烧酒啊？是一车还0.1？是一车还0.1？我个看买啊，车变来那个沙呀，那个星呀。车应该是也差不多3。
不到3500，因为你是539嘛，539吗？539吗？莎该讲，莎，啊，小红鱼啊，好啦，小水，好，OK。莎，我现在马上，等我快到了。小得嘞，你话你讲电话。安娜，哎呦，小等我先人落，我先人落牌子7点半。免啦，你来遐食啦，干嘛跟你讲？闽南过来的嘛，来食。无要紧啦，我只要紧，稍稍甲你签啦。想看，差不多，阮就还未到的是，阮就还未到的，阮搁伫车顶咧，阮咧等你，我2工才到。然后等你诶，哎呀，叫来遐再食啦。我等你1万年呢。我你食啥就食啦，哎呀，我叫啥来叫，我嘛无食啊。啊，那要紧啦，来我帮你洗啦。还未到你车顶啊，今天片出来啊，你讲你数嘛要去恁医师还要来呢。我叫伊来，伊讲要来，讲洪宇要来，伊要来。8点下班那是，8点下班啦，嘿啊，下班过来呀，下班过来呀，嘿啊。我你厝，我唔知。你哪能要使我讲个？你讲到啦，然后，因为伊即摆唔听我。想唔我你看到无？看到去哪路？去石湾拢甲摆好啊。石湾死啊！伊把你气死。我还未死以前就甲摆好啊。小红伊讲伊无食饭啊，小红讲伊腹肚饿啊，拢无食饭，无食饭无食啊。我要食啥？小人看要食啥？对啊。你干嘛你这傻傻？你要学去讲，正经的老母，你这傻傻个。人民会啊，伊讲这边讲伊讲黎明灯要录沙沙。你讲黎明灯要录沙沙。对吧？我也来，看个意思，那个意思是正经的。为啥？有啦，啊，真比有意思。有意思无？意思对就无好感。对啊。对我是你敢无感觉？有啦，意思甲讲话，我知啦。小姐，小姐，你吃几个？收钱啊！收钱。后面还没有呢。不用中蛋的吼。哪会买啊？你遐都无便利商店是要去倒买。我即马想要买份安尼先问着你爱人活去。拄啊，无便利商店来去买。看你小蛋安怎我看你小蛋行什么路？西园路。看你啊。行西，行，看你
你顺倒位，我当我来便利商店然后买这让我看你安尼。哦，你毋是四个路去广州这？嘿啊，对啊，我头前叫我啦，啊在广州这啊。广州这，啊你就直接免过广州这，你位倒起来。张家明嘛，现在没看。张家明嘛，这个站，这四个路啊。张家明啊，他叫我就安尼免落啦，你就直直行，直直个行，然后个行。我较袂讲，我听我袂讲。你嘛心情老讲，你拢讲这个迄个时阵，啊你就倒。我人家牙咬我袂讲，伊拢会讲，伊拢会讲这卖你。超迄红绿灯家庭。哦。这停，我来。这有便利商店，你够嘢啊？嘿啊，这有便利商店，钱老板好无？我知哪种？300钱。好啦，好，来到上。够呀？嘿啊，对，是的。这个啊，敢是？还够啊？我你要坐吗？